继续来看热清德，早起是到新德的义民庙来参香，大约3分钟的致辞，全部拢绕客话，真有诚意。民进党创党的大脑林光华嘛有来参加。林光华讲到目前的选情是讲甲真直接，伊讲民进党即届伫咧桃园、新德甲苗栗选情真歹，毋那安尼哦，讲即摆各界的民调，热清德的支持度拢落降，都参民进党来家己的民调。热清德即摆赢对方嘛赢无到10个百分点，若立委的部分嘛有几啊区爱真拼，这嘛互民进党积极思考，是毋是爱改变着选战的策略？为合格、为规定打表好吗？副总统热清德绕客语，差不多3分钟的致辞，虽然无啥练长，也毋过当感受到伊的诚意。去新德义民庙参香，国民党一个新德县长杨文科冒陪同。那今天副总统亲自莅临参加，这是我们义民庙所有的信徒都感到无上的光荣。双方互动真好。热清德要抢拿赢的票，也毋过伫边仔新年客家大脑的前县长林光华。即摆伫立委的选战的部分，毋那表示讲要支持国民党的林书明；伫总统部分，为拿赢的候选人侯友宜伫发声。一时的民调叫他侯老三，吃个便当还犯到你们小三便当，他还坚持下来，还来看我，我当然鼓励他嘛。这边的选气，我要很诚恳的讲，这个桃竹苗的非常糟糕。即摆更加风声讲，民进党内几位立委的选情真危险，党内将参选的人分做优势、艰难，还有激战3区，差不多40名现任的立委，拢是稳定领先的安全组。选情较紧张的部分包括7名现任的立委：新北罗品瑜、桃园郑文平、黄世坚、台中林正仪、曾敬庭。南投蔡培慧、中华陈秀宝，若是台党的罗坤成甲台北市的高嘉瑜是危险组。据我们内部所做的民调，1对1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是会胜选的，是在误差范围，就是在3到5%的。无论目前的战况如何，气势袂当输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